来自全国87位工艺师用雕刻设计灰啊、边竹啊等等呢，计共有100多件工艺作品，伫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展览，用文化传承甲创新做主题，举办这工艺特展，会一直展览到9月底，邀请观众朋友做回来看。工艺师向参观的人绍介家己的作品，这场展览当中有木雕、插艺、灰啊、石艺等等，计共100多件作品。主办单位表示，透过展览的方式，那增加工艺师互相交流的机会，嘛，互大家会当来了解嘉义在地工艺发展。工艺吼，万地深坑啦吼，咱邀请全国性的工艺大师来到咱嘉义吼，除了咱的一个技术的交流，我想别个嘛去发现到咱嘉义其实嘛有足侪足优秀的工艺师，就伫咱嘉义来创造来发展。这个工艺特展邀请全国87名工艺师，100多件作品，然后有人间国宝甲国家工艺成就奖工艺师的作品，还有各县市工艺保存者拢有做伙参加。有工艺师表示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合适机会，可以带很多灵感。然后启发每个人，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，你必须要透过每个作品，然后每个老师的指点，然后你才有一点更好的想法，把自己提升升华起来。每一个人所做的物件，拢各有千秋啦。功夫嘛，唔是讲什么人上好的，互相接受对方啦。咱的功夫会当去看别人的，让别人的更较好，咱会当更加跳起来，更学习。嘉义县主罗山艺器协会表示，各种无同材料的作品呈现工艺文化的多元性，希望透过展览，让台湾的工艺文化会当继续传承以外，嘛希望互民众会当来认捌台湾传统工艺的创新甲进步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